今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甲中国伫瑞士的谈判结束，双方拢同意降低关税90天。美国伫12有回升，也那道琼、标普500甲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拢有起，大家拢希望全球的经济莫因为贸易战来衰退。美国股市12收盘道琼大起1160.72点，或者是2.81%，收伫咧42410.1点。30支股票指数以瓦郡即天嘅原点收盘，尾盘又反正跌。标普500起3.26%，收伫咧5844.19点。自从世界关系大家情绪拢正悲观时阵嘅盘中低点以来，起码已经超过20%。纳斯达克起4.35%，收伫18708.34点。因为甲中国初步协议，和特斯拉也个苹果即个甲中国有关的科技股行悬，这是三大指数自4月初9以来表现上好的一天。美中结束瑞士谈判发联合声明，美国今年对中国输往美国货物的亚化关税将会自145%降到30%，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自125%降到10%。美国当局调整或者是撤销3道行政命令，调降总共115%的中国货物进口关税。美国也当局降低4月初2宣布的解放日关税，自34%降到10%，有效期90天，并且提出伫咧这了后颁布的一寡报复关税。中国也配合美国调降关税行动，取消自4月初2以来宣布对美国的所有关税，目前对美国货物是保留10%的关税。It doesn't include tariffs on cars, steel, aluminum, things such as that, or tariffs that may be imposed on pharmaceuticals, because we want to bring the pharmaceutical businesse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re already starting to come back now based on tariffs.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甲中国的谈判效果真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霍立芳讲，这对美中经贸关系是双赢。最近美国惠州的玩具制造商心情有较好，因为伊的货拢是对中国进口。Back to school merchandise, Halloween merchandise, or toys and gifts for the holidays, Christmas holidays, that merchandise will start to flow. So we'll sort of.Christmas will be saved. 两个全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同意暂时大幅度互相降关税，互人真意外，也过也互全世界经济一旦小可哮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